白天看着就是一副社会闲散人员的样子，没想到晚上这么认真。不过，他这个毛笔看起来也太难用了吧？那要不然呢？我现在试着给他做一支蓄水毛笔。十一，哎，陆姑娘，小主子昨个睡得晚，还未起身，要不……谁说我还没醒啊？小贾来了，我精神百倍。那来，今天我跟你分享一个小发明，这个呢叫蓄水笔。平时用毛笔写字，不是总要蘸墨吗？很麻烦。有了这个蓄水笔，你把墨一直存在这儿，就可以用好久。哇，这个厉害啊！我教你啊，你用这个笔头呢浸在墨水里，只要这么用力一抽，墨就到这儿了，就可以一直用，一直用，厉害吧？哇，这个太厉害了！那我们快试试吧。好，走。那你说说看，我如何拉？执笔无定法，要使虚而宽。想要练好字，手腕要放松。殿下，可是这名录看得烦闷，要不我找小贾姑娘过来说上几段？你现在倒是厉害了，都敢调侃我了。小宝不敢，小宝也是好些天没听小贾姑娘讲故事，耳朵痒痒，想听。这瓦兹使团不是便道，说好听点呢是来邀功请赏，说不好听点就是来找事儿。会同驿馆最近忙得焦头烂额，我也是分身乏术，我哪有心情听他讲故事？小宝不屑。前日您还不是跑去詹师府要人去了吗？说到底啊，这心儿姑娘还是不一般的重要。哎，一提到心儿，我就头疼。她现在是越发的胆大妄为，上次私闯徐府，这次又差点伤了大哥。我只希望在瓦兹使团来之前，不要再给我惹任何麻烦了。成功了，成功了！你看吧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！我说的亲测有效。这个太有意思了，我多做几支，一支给父皇批奏折，一支给皇祖母抄佛经，再做几支给大哥画花语。哎，对了，太子殿下是得了什么顽疾吗？大哥一直都那样，他在冷宫出生，条件恶劣，就落下了心梗的病根。这么说，是在娘胎里落下的疾病啊，那就是先天性的心脏病。这个我也不知道，当时太医也没查出来。那太子殿下为何在冷宫里出生？嘘，这可是我出生之前的秘密。据说太子的生母去世之后，是皇祖母亲自把他接回来抚养长大的。这么说，太子殿下也挺可怜的。是啊，国师为大哥算过，说他魂里缺一魄，须得遇到有缘人，才能保性命无忧。封建迷信。什么？我的意思是说，这命定之说不可信。国师可能就是找了个噱头，说点宽慰的话，安慰安慰太后他们吧。有这个可能，毕竟皇祖母最紧张大哥了。
哎，十一啊，你相信命定之说吗？我不信。就是嘛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的命运得掌握在自己手里。就比如说你啊，只要你一直坚持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，你就好好努力坚持下去，说不定以后你就会成为新明发明创造第一人。小贾，我真想一直跟你在一起，做发明，做创造。哎，对了，十一，之前你不是跟我说想要驱蚊吗？我那天回去认真思考了一下，我有办法，不过就是缺了个东西，比较难弄。你已经想到办法了？嗯，什么东西啊？硫磺。硫磺？嗯，那不是做火药的东西吗？嗯。平时好像只有在兵部的库房里才有。不对，最近礼部好像在为迎接使团做准备，肯定会有做礼炮用的硫磺。大爷，我的交代完了，让他在这个汉章宫里头找一个手臂手长的女的。但是我看他怎么表火火嘞？何出此言呢？我想跟他套套近乎，夸夸他。他好像听不懂，不领我的情。伪装诡谲之道，你这话都说不清的脑子，理解不了的。不管怎么说，她也是我们唯一成功安插在四皇子身边的棋子。且先看他能做到何种地步吧。阿文，密切留意他的动向，有什么对我们不利的。好了，大爷。洛人甲近日和11皇子多有往来，11皇子好像打上了礼部硫磺的主意。大人，此处可做文章。殿下，我今天去詹师府问话，那边答复说，本来太子宫里答应放行，但后来又反悔了。为何反悔？说是心儿姑娘自己不愿意调人。心儿还是如此任性，就随她吧。之前他们才艺考核没找到她，此刻也怕正紧盯着韩章宫。若此时调心儿过来，必定惹人怀疑。另外，我去詹师府问话的时候，碰到11殿下了。他又闯祸了？啊，没有，11殿下他说他要救小贾姑娘到他宫里去，不忍心她干粗活。11。小贾，哎，这个是做给4殿下的。哎呀，我的好云竹啊，你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。我就说嘛，现在只有跟4殿下赶紧和好，可以让你重新开心起来。你干什么？吓我一跳！你吓我一跳，好吧？找我干嘛？找你干什么？哦，奉了大爷的命令，让你配合我，调包硫磺，炸伤11，嫁祸老四，听懂了吗？帮你调包硫磺，炸伤小11，还要嫁祸给赵晨也。哎，你变聪明了。不是，你怎么知道硫磺这事儿？喂，说实话，说实话多办事。哎，你说实话多办事，说实话多办事，说实话多办事。不行啊！如果我听他的，小11会受伤，赵晨一会背黑锅。那我不听他的，我又被一刀捅死。虚有症，你可真是心狠手辣啊！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哎，11，你怎么来啦？快跟我来，正好找你呢。走。啊。你绝对想不到我找到什么好东西。快来看。什么啊？哎，硫磺。这个啊是流石，你要用它的话还得提纯呢。你还没告诉我们要硫磺干什么用啊？硫磺它有消炎抗菌的作用，它可以抑制真菌、细菌还有螨虫。我们呢可以用它做硫磺皂。什么菌？什么虫？你视力不好，看不到的。哦，
那我们快去准备吧。走走。